咱是讲大学分校院院长，陈荣平教授担院长，甲咱这个总设的人蒋有文，是讲大学交通学系副教授，蒋维杰副教授，两位教授来甲咱开播。在疫情前，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工会。那做了好以后，咱一直所在意有真大的帮助。我头拄有听委员讲咱这个本来咱地震的经费是无吼，但是最近入伙伊开始个，敢若有一点开始推测有可能第二年的经费会当继续变但是这个计划对咱台湾规个以后母语文化的推广非常的重要。我嘛相信讲要推测台语的工作，是要有一寡做台语的研究的学者，甲无做台语研究的朋友，大家来合作，才有法度来对这个工作做了比较较好嘛感谢蒋伟文教授这一年来非常的辛苦，尤其是伊的下底这个团队大家拢真拍拼我定定看伊有当时咧加班我嘛感觉讲这少年囡仔拢真了不起我相信这个工会一定咱会当做了真好再次感谢大家来支持这个计划台语研究讨会我这是咱教育补助咱做这7个计划内底其中一个真重要的爱做一个研讨会的工作当然时间真长，因为去旧年4月咱教育委托正式委托咱办这个4个计划了呢，咱随8月爱办第个试课，甲2月搁办第2个试课，了咱来去做统计分析，再无用这个项研讨会所以是来讲时间足迫咱感谢足侪人来斗相共包含着咱甲咱社会的这个工作朋友呢真短时间爱做这个4个计划，来写这个论文非常感谢。台语这个认证语言能力的认证我有想到讲台语过去台湾无台湾文学系的时阵其实是受到相当的压制甲忽视大家伫咧抗争咧拍拼讲有爱用台湾的语言文化文学的时阵迄阵因为遐个卡波啦，我差不多拢有参与啦，所以真深刻的感受就是讲，咱这边去拍拼这项代志的时阵，教育部唔准，公立的唔办，私立的不准办，民间家己设立的要处理，是迄款的时阵，伫迄个时阵，拍拼到社会最后，互咱囝就是讲，即摆讲真理大学的台湾文学的时阵，真理大学要去甲邀请，为着台湾文学已经怀胎30年，伫海外真久的张良和教授要转来正做开启头一个历史课的时阵，过去教育部无准的理由是讲张良和毋是台湾文学的毕业。你若听这个理由，就知影讲，这个讲梦话，这真正讲前讲话跟他走人，也凊彩讲你都不准，伊就无，你就无人伫遐毕业的，无人伫遐毕业，你即马翻头要成立一个系，就讲就爱逐年去毕业。我嘛真怀疑，较早拢无中国文学的，头一个中国文学的设立是在什么个毕业的？教育部规定，你要去学校教母语。就爱有母语的能力的认证，才会当。毋过你要去认证的时阵，伊讲即个认证伫法律讲即个认证会经过4000万爱厝掠、人掠、鸡鸟讲无半只杀了，这当然引起大家的关心嘛，大家都看到讲有影，即个物件是无合理，所以教育部的部长出来讲。行政院老院长出来讲，这条虽然是不应该删，不叫删掉，无紧，我这个想办法，我这个想办法，我等下从我再改我这个结束，代志伫遐嘛是一旦得去。我这一年
咱徛伫个武艺要精进，你有少代志拍拼的，无管是咧教，还是你要来考的，我建议讲咱拢是保持真平静的心情。咱要爱啥物物件，咱就想要真看好面，吼，看会到、摕到，安尼就是吼。嘛毋是干那去抗议了，等下干那无来考，安尼拍算去。嘛毋是干那去抗议了来考了无参加嘛，袂要紧。反正这个社会是因为侪人继续一步一步一个姿态，这是一个公民的美学。你若无表达，你就老实，无你机会幸福。特别若是有心要有代志来做一个真自在的这个见证，咱莫不问别，咱不问咱家己。这个社会若要改变吼，毋是改变别人，是改变咱。咱是毋是有够迄个动机？咱是毋是有够迄个热情？咱是毋是有够现实？咱的表达会当相当的柔软甲真好好，吼，但是咱的天性、咱的目标应该是清楚。所以我感觉吼，交谈过程就讲安尼，咱若无出声若无吼，咱来游行若无吼，伊这从迄个minus的。迄个电证来发展，买哪是来发展，负面来发展，从一条跟你讲把你消过去。我今日第一次算做讲，大家人就是这行，就有一种就是数字，甲迄个程度偌济哇。好，我因为报告的部分吼，第二种方面比较。专家在做有样，对，特色毋是讲，讲伊的特色第二个刚才介绍在文物疗图嗰边，第三就是讲，回顾物疗图，就是讲方便资料，包括视频，还是讲对的学也是当然，这部分。第四个来讲，我先拄到的一寡问题，第五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记录。今仔是精彩内容了，因为教授的这个精彩这个报告也包括这个台语的这个医疗服务，对这咱台语认证考试看有帮助无？当然，这个已经是出来，当然是有帮助。我即摆伫做迄个靠注意物料方面，对，因为是因为主要无够钱所以我想讲上简单话，咱已经有一寡现成的电子档案，拍伫厝边，当下来收集，大概是这个情形。我当然真感谢。书啊，或者英文或者这边，咱就看起来就足大，比讲属于文化、书法，都叫迄个文化，顶方面拢有关系。所以咱要安怎真来考证讲，你这个你的这个是消耗，爱经过足侪年的风景。因为他停留3个月有，但是他停留一年上平均一年安尼，所以我要去追踪伊，有当时要追踪这关考生，他真困难所以你讲预试跟正式考试是无同的，对考先对。今仔日呢，感谢咱所有来宾所有咱是发表者、讨论者，是讲来参与咱来讲的旅馆这个作为制作者咱嘛希望咱这个台语认证呢，咱未来咱有继续虽然讲即摆这个英文呢，暂时是较难做掉的，不哩个咱有按照的甲地方的教育局教育处来合作所以讲这个在咱的公会来合作所以这个管期检讨就跟你来办这个英文的考试这个叫，所以呢，咱了解这个咱目的这个应该是8月中出来来办这个考试所以不管教育部遐按照咱就是做咱的继续做希望各位呢继续甲咱到。